华奖，有一点
有影做平安。今日是第万的心，咱做来祈祷。今日天父上帝，阮即时来到了圣殿，一起来到了圣殿来敬拜你。我来用祈祷来甲主3000分，我来听你的声，愿你礼拜中来听你的信息。不过天父上帝帮助我，来将你的信息当作是人会讲的一样，一听了就袂记住。帮助我，人会晓改变，阮家己就去以后一定用好的见证，回应上帝的听。特别2日美国总统的选举，不过特别手术，拢每一位选民拢有智慧来做判断甲选择。我来恳求主帮助阮所选出的总统，会当亲像所罗门王一样，来保求家己的利益，来求智慧来治理国家，然后人民然有安居乐业，伊所享受阮这片的土地。主啊，阮也继续恳求你帮助阮世上的人会当有耐心来听头听，来等待，希望无偌久会当有得到主的享受阮好药方来治理这个武汉的肺炎，也是有好的疫苗来预防这个肺炎的瘟疫。阮知纯粹最大，阮的凡事只要只靠你，阮凡事只要我靠你，阮无别的选择。主啊，求你即时陪伴阮每一人的心，即时开始阮的敬拜，有主让阮三个地地来领阮，求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因为伊的慈爱永永以地。耶和华所救赎的，就讲这话，就是伊对着手中所救赎的。咱做来应圣诗283首，求主上帝是大恩，圣诗283。我
咱来用《使徒圣经》告别咱的信仰。《使徒圣经》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代替，对在斯女玛利亚出世，日本有彼得岛人来受苦，定十字架，死埋葬着因父。第三日，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感谢着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同的教会，圣徒相通，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感谢。咱来用启应文第30篇箴言第8章，做为来启应。启应文第30篇。智慧减无得救，伊伫路边悬地的顶面，伫城门边，伫城门口。众人啊，我叫恁，讲功德的人啊，应着会晓得通达的理。恁着听，因为我要讲极好的事。以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对永远、对极起头，未有世界的大声，我已经受设立。大山未定着，小山未有的大声，已经是我。产业已经为我伊建立这个天，在伊权伫深渊的顶面。甲海定着界限，互水无搬过伊的命令。迄时我伫遐做三牛头，日日互伊欢喜，常常伫伊的面前快乐。快乐，也甲世间参加欢喜。恁才会囝，担着听叹我，因为接受我的道路的，就有福气。听叹我，日日伫我的门口伫等。
因为找到我的，就找到活命。逼着我的是害家己的性命。大人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9节到13节。第9节，兄弟啊，恁记得阮的着磨甲艰苦，爱免得拖累恁一人，就暝日做工来传上帝福音予恁。恁做干净，上帝也做干净。阮对恁信的人，做人是怎样圣洁、公义、无通嫌，亲像恁知阮怎样款待恁别人，亲像老爸款待家己的囝儿。有看免恁也安慰也干净，是要互恁行代志合于上帝，就是调恁入伊的国甲荣光的。所以，阮也感谢上帝无煞，因为恁对阮承受所听上帝的道理的时，恁接纳伊，无掠做人的道理，就是掠做上帝的道理。实在真正是，这就是出来行伫恁信的人的中间。再一摆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一定记得我们怎样日夜辛勤工作，为的是向你们传上帝福音的时候，不至于成为你们的负担。对于你们这些信徒，我的言行都是纯洁、公正、无可责备的。这一点，你们自己和上帝都可以作证。你们知道，我们待你们每一个人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。我们鼓励你们，安慰你们，我们不断的劝勉你们要在生活上蒙上帝喜悦。他呼召你们来分享他的主权和荣耀。我们也常常感谢上帝，因为我们所传的信息，你们听见了、领受了，并不以为是领受人的信息，而是领受那确确实实出自上帝的信息。因为上帝在你们信的人当中工作。感谢上帝，是我认为，这是请牧师，我人记得，然后因为正的题目是进入英文。咱世界大来祈祷，请台湾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，搁一摆保守阮，伫阮日常的生活中间来得到保全。阮今仔日搁一摆进入伫你的圣殿，阮伫遮来向你献上贺乐感谢，也要继续求助你来带领保守阮。行去伫即个土地，就是伫全世界各所在的人。阮感谢你过去第一礼拜伫柑仔县发生2位的大火，你的保守，互迄个损失袂无搁扩大，也互遐救火的人员真认真来为着维护来拍遮个火，也未完全消灭的时，求主你继续来甲遮个消防员来保守因。阮也看见全世界各所在，甚至伫美国其他的州，也已经有过第2波的疫情来开始，有侪侪人过染病，甚至丧失性命，也有侪侪城市国家搁一摆来封锁起来。求主你的怜悯来甲阮送到基地，特别伫阮要无法度对即个病情真有控制的时阵。求主你来保守，也求主你赏赐智慧甲开力，或者会医学科学的人会通研究一个有效的预防的药，也是治疗的药，来帮助全世界遮看病。阮恳求你慈悲怜悯伫阮的中间，亲像你过去带领以色列人共款，伫因拄着侪侪的困苦艰难的时，主你甲因送到基地。亲像大笔的诗篇23篇所讲的，
阮经过死因的山谷的时，主你甲阮三个伫地。主求你伫阮经历这2020年全世界的死因的山谷的时，你犹原甲阮行到阵，继续来保守是了你的稳定甲医治伫阮的中间。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，互阮会通自执伫你的面前，无论是in person 来到伫教会，或者是讲透过网络三个自执，主你拢平平，享受你的看顾伫阮每一个人中间。咱就祈祷，各自耶稣的圣名，免好进入应允啦吼。今仔日对帖撒罗尼迦的保罗的会，甲另外一位的经文，咱无读吼。每一个礼拜其实我拢有用4个经文做伙伫讲道中间吼。另外一个经文是约书亚书第3章第7节到17节，咧讲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入去伫即个迦南地，要渡过即个约旦河入去迦南地即个代志。上帝安尼甲约书亚讲，我要互你成做一个伟大的领袖，亲像摩西共款吼，亲像摩西共款。上帝甲讲，你着爱叫这个光约柜的祭司到伫约旦河边啊，因咧行入去吼。你会知影讲，因仔要行入去的时，约旦河的水是真惨啦。我倒转来第1张图来互咱看。如果即个咧爬山的是以色列的百姓，即个咧甲救的人，迄个是约书亚。对即个咧爬人咧甲救的迄个人，对伊来讲是一个真伟大的人物。但是迄个真伟大的人物，毋是即个咧爬山即个人的目的。即个爬山的人的目的是要创啥？去到伫迄个上悬点。这是今日所要讲进入伫迄个应允的所在。去你上顶悬，去看到上帝的创造。还是去入去伫迄个上顶悬，伊的目的地时阵，迄才是真正伫即个经历的过程中间最终的目的啦吼。咱倒转来看第7节安尼讲吼，上帝甲约书亚讲，我要互所有的以色列人尊敬你做大领袖，咱讲伟大领袖安尼吼。因甲对你的态度亲像摩西共款，我嘛甲你记得甲我甲摩西记得共款啦吼。咱想讲上帝咧做另外一个受尊重的人伫因的中间，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因军队无论对摩西，还是军队约书亚，拢毋是因的目的。因只不过是一个过程，了解吼？因只不过是一个过程。当因出埃及的时阵，拄着10个灾难，拄着红海，拄着后壁追兵，拄着无水无物件通食，拄着济艰难的时，摩西诚做因的领袖，真伟大的领袖，佮颁布济的诫命互因。但是为什么今仔日轮到约书亚？伊摩西毋是目的，摩西的时间嘛到。摩西会离开，今仔日换约书亚要来代替摩西的地位，但是约书亚嘛毋是目的。我想这个爱真清楚伫咱中间，咱看见这个地图的中间咧，甲咱讲的一项，就是讲因对这个所在要进入伫迦南地，要渡这个约旦河的时阵，咱知影已经是到约旦河上尾流啊！你知影一个河吼，到上尾流会安那？哪来哪看哪来哪看？而且有可能会搁较济水有搁较济水咱看这个地图吼，互咱的资料吼，已经到伫西海咱讲西海这个部分吼，这是人咧讲有可能的所在啦吼，到底是毋是咱毋知影，这无法度真确定知影，但是就是讲约旦河基本上较顶游的吼，
是较惨啦。啊，愈较下骹诶，要到伫迄即个死海诶时阵，河道愈较宽，啊，水会较深吼。啊，你就知影讲，其实看起来即个水是真济啦吼。上帝要爱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来渡过约旦河，进入是迦南地应允之地。因过约旦河无代表代志完已经煞无吼。你知影因入去还佫有经历济诶代志，比如讲爱去攻城啊吼，还佫拄着济阻挡等等诶。对因来讲，一个信心的考验啊，水还搁咧窜流中间，上帝交代约书亚讲：你叫这个光约柜的祭司安那，骹甲打入去，这无信心的人做袂到吼，水就分开，然后因就入去吼。甲摩西共款的伟大是毋是真重要？咱真侪人会去真容易误解吼，真容易误解。一个真伟大的信仰领导者，伊的目的毋是要造就来造就一个人不崇拜的错误的信仰。吼，咱特别是伫今仔日这个主日啊，吼，今仔这个主日对伫较礼仪的教会来讲，伊叫做 All Saints Day， 吼，万圣节啦。今仔日啦，吼。所有的礼仪的宗教，今仔日拢咧庆祝纪念万圣节吼。啊，伊个万圣节甲10月31日万圣节概念是无同款的。啊，迄个昨个万圣节是已经变样啊啦，吼，已经变样。咱要几个角度来思考啦，吼。伟大的信仰的领袖，伫圣经中间有足侪，咱拢知影吼，对亚伯拉罕啊，吼。等等，遮个，咱无要搁安尼一来鼓励啦吼。但是咱要对几项代志来去思考，遮个领袖所带互咱的意义，也是讲因所经历的吼。第一个，遮个人一定爱受到上帝呼召甲差派，吼，爱受到上帝呼召甲差派。上帝呼召伊，上帝叫伊来对伊行。像咱讲亚伯拉罕啊，像讲摩西啊，摩西当伊接受着上帝差派时阵，对上帝的了解有济无？基本上是无济啦吼。为什么？伊还阁问讲啊，人若问我讲你叫啥名，我要怎介绍？迄项名都毋知吼。伊会想讲摩西对上帝会当熟悉甲偌济，毋知影啦吼。但是伊受着上帝呼召甲差派。咱亲像亚伯拉罕共款，受到上帝呼召时，伊嘛毋捌上帝啊。上帝要带伊倒，伊嘛毋知影。但是受到上帝呼召差派人，伊的工作是啥物呢？是要去执行上帝的旨意。啊，你可能想讲，牧师你安尼讲，安尼亚伯拉罕都毋是咧执行上帝的旨意啊？有呢，你注意甲听哦。亚伯拉罕的时阵，上帝讲：“你起来，你离开你的本地本族，甲你老爸的家，安那？我要指示你的所在地，伊是毋是咧执行上帝的旨意？要去倒位？圣经无甲咱讲，嘛真有可能伊毋知影，但是伊就对上帝的声音来行，这就是执行上帝的旨意。咱甲故事跳到因对埃及转来时阵，因拢受大祝福，伊的羊也足济。”伊的孙仔罗德的羊也足济，啊，因两个接孙仔无冤家，下骹的人咧冤家对无？因讲咱来解决咱袂当冤家，迄个冤结对无？然后咧，亚伯拉罕互伊的孙仔先敬，伊安那？伊无敬，其实伊有敬。伊的选择是啥？其实伊的选择较济，你知无？伊会选择讲吼，我要选也毋选。罗德是看到讲，哦，这个足平足好诶，足像上帝诶所在，所以伊先选迄个较平较水诶所在。但是亚伯拉罕其实是咧执行上帝旨意，伊要得到福气，嘛要互人因为伊安那得到福气。所以伊其实伊咧选诶是搁较大、搁较有远见。的一个选择啊，过来，
爱传讲上帝的话啦吼。摩西基本上是安尼，当摩西咧甲上帝讲，我都袂晓讲话，上帝也差派阿伦，上帝咧甲讲阿伦要做你的喙，吼，做你的喙，你要做伊的上帝，伊意思是安那？做先知的人是爱做传达的，一字一话拢袂当加也减的，所以伊爱传讲上帝的话。过来，伊的目的就是安那，要带领人来归向上帝。这个是上帝所差派，这个领袖，也是讲上帝所差派的工人的职责，要透过这个人带领人进入伫上帝内底。今仔日David带领咱读的经文后壁第13节，才有讲到，咱念伊上落尾，咱才会讲。过来就是讲，伫这个内底，咱会看到有诶，伊诶这个军队者有成功呢，啊嘛有失败啦吼。啊，到底什么会是成功呢？成功的毋是迄种眼目顶悬看的成功的。咱现代人真有一寡人真爱追求成功神学。成功神学的真简单的讲，你若有求上帝就互你，你若欠钱，你就免用，佫会趁济钱，大概是安尼的概念啦吼。我简单浓缩啦吼。但是这个毋是真正的成功，伫上帝的眼界，伫圣经的角度咧讲的成功，是你伫失败的中间，伫软弱的中间，悠然来靠住对上帝的脚步，遵行上帝的旨意，亲像亚伯拉罕，亲像约伯，亲像大卫王，伊嘛捌失败过，但是伊安那悔改认罪，倒转来伫上帝面前。失败是安那？是认为家己足成功迄种人啦，吼，家己真成功这种人，亲像扫罗王，亲像伫新约内底犹大是安怎？家己感觉足成功，伊落地啊斗打拢赚钱啊，对不对？吼，约翰福音讲啥？伊是一个贼啊，专门咧管钱，啊，佫拢偷摕钱啊，吼。伊认为伫物质顶悬看起来伊足成功啊，吼，过来阿那利亚甲撒菲拉这对夫妇。因房地产卖掉啊，钱囥落地啊，有足欢喜的无？我相信足欢喜啦吼。迄个就袂记咧讲因甲上帝约定。咱真侪时阵，甲圣经所记载遮的人共款，但是咱就真正爱倒转来思考。啊，要倒转来想啦，上帝所高抹的遮个领袖，遮伟大领袖，因需要上帝的高抹，也是讲上帝的呼召。上帝呼召，这个特质就是讲，伊需要被上帝来呼召，伊做这个工作，伊才是为着上帝做工。若无，伊是为着家己，为着家己。所以，当咱来想看卖啊，当上帝高抹的时阵，会产生啥物问题？耶稣所有的门徒，12个门徒，是毋是耶稣所呼召的？是嘛吼？但是真可惜，因伫这个路中，因咧安那？咧争论什么人要做大尾安尼，要做头啊，所以因伫遐，耶稣就找一个囡仔来对因讲，因若为着我的名接待这个囡仔，就是接待我，迄接待我就是接待差遣我来迄位，所以上帝所高抹、所差遣的是要来创啊，要来接待迄个至美士。恁中间什么人上互人看袂安尼？看袂介有分量的什么人是上伟大啊？意思是讲，你做迄个人无要做的代志，你就是上伟大。这是伫这个耶稣咧甲门徒所讲的代志。啊，这我想着讲，我会记我足细汉的时阵台湾开始有这个父母，台湾上早有父母的上联教会。然后其他的教会开始想讲，阮教会即摆愈来愈侪人啊，所以爱有副牧。拄开始的时阵发生足侪问题啦。为什么？迄个当然是制度还袂够完整，但是上大的问题是讲，年轻的牧者来遮做助理的时阵真人伊无甲教讲你要安做助理牧师啦，干那甲教讲每一个牧师拢是上帝所呼召，所以大家拢白大，安尼出问题无？咱毋是咧讲教会内底做做一定要做大，但是伫体制的内面，上无介基本的尊重，
你毋好想讲哦，上帝拢教我，所以吼，我袂当叫人看无安尼吼，安尼就会出问题吼。咱爱有先后的次序感，伫制度中间爱有即种次序，若无的时阵，就会成做教会的乱源。哦，耶稣就甲门徒讲真清楚，什么人是做迄种人看无的代志的人，就要做大，伫上帝面头前做大。所以耶稣真清楚咧，甲伊讲，甲这个先讲，我用另外一个经文，马可福音第9章，耶稣面对门徒的争论的中间讲，什么人要做大，什么人要做后壁，要做大家的奴仆。今仔日个经文，阁有一位是咱无读到，就是马太福音23章第7节到12节这个中间，伊咧甲这个人讲，恁足爱吼。足爱人伫迄个公开的场合吼，叫恁老师啦吼。其实你无应该安尼叫啦吼。讲恁拢是共款的，但是恁的老师只有一个，迄老师是啥物人？咧讲上帝。偏偏受好调的人的中间，拢是平势。这概念甲早期迄个台湾父母的问题是相反的想法。病拢受上帝呼召，毋是病，逐个拢病破，是逐个人拢病死。伊只有一个是天顶的病，要成做咱的老师，吼，要成做咱的导师。这个就是基督，就是咱的上帝。伊要爱咱做什么？伊在讲，伊叫恁中间什么人做伟大，恁就做伊的奴仆。咱就是爱成做一个奴仆的形象。上帝要将自个的人降做卑微。要将高举甘心慈悲的人吼，要甲高举吼。那个倒转来伫约书亚，当上帝甲约书亚讲，我要爱互以色列人尊敬你，亲像尊敬摩西共款。我要甲你三个地地，甲亲像我甲摩西共款地地。迄个真做伟大的领袖，毋是伊的目的。是要来互因遮的人愿意伫伊的面头前安那顺服来军队，若是军队，毋是要甲约书亚当做神的。这个爱真清楚，其实毋是干那迄个时代尔定，到伫现代，甚至是教会历史的中间，特别天主教，我拄则讲礼仪的教会，礼仪的教会包括东正教，包括天主教，包括英国的国教，包括咱讲的即摆信义会、信义宗，拢是礼仪的教会。因真注重对信仰前辈的尊敬，因叫做万圣节 All Saints Day。但是伫教会历史的发展的中间，天主教有一段时间，含倒一个足有名的神父，倒一个教皇的头毛，就有人出足侪钱去买。这毋是圣经的假使。这毋是圣经的假使，咱毋通袂记住上帝咧高抹约书亚的时阵，伊迄个原因毋是要互伊成做人敬拜的对象，是要互因听伊的带领，要创啊，要去进入到应允之地，上帝所应允的所在，上帝所应允的所在，所以。约书亚成做一个伟大的领袖，其实伊只有一个功能，什么？上帝的工人，上帝透过伊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伫应允之地。所以约书亚毋是最终的目标，如果约书亚毋是要带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伫应允之地的时阵。另外迄10个讲吼，迄个所在咱毋好去啊，迄个人足顽强的啦，安怎，咱拍袂过因啦，咱伫个中间草命一只安尼尔。那安尼迄10个人拢嘛当做领袖，对毋对？上帝是安怎无敬迄10个，敬约书亚，因为约书亚真清楚，迄个应允之地是上帝所赏赐的，希望因生做较细粒，迄个人较顽强，进入应允之地。是上帝差遣，还是高抹约书亚一个真重要的目的。所以咱看伊讲，要进入伫迦南地进前，要过约旦河进前，约书亚伊就足清楚来甲遮以色列人讲，来提醒因，
咱伫昨昨日的devotion内底啊提到吼，就讲伊甲伊问讲啊恁，我毋知恁要安怎，但是吼，伊一定要侍奉耶和华，啊要来进入吼，啊逐个就讲我嘛要吼，我嘛要安尼侍奉，所以带领因入去过约旦河入去，但是你来看后壁整个遮的过程的中间。就代表因还阁有拄着侪侪艰难，阁有侪侪代志，毋是讲入去就拢无代志啊。所以因继续来军队即个约书亚来经历遮个困难，去体会着上帝的保守。吼，今仔日即个经文，保罗嘛安尼甲咱提醒，保罗安怎讲？伊讲兄弟啊，恁着记得阮着无艰苦。免得拖累恁一个人，就每日做工来传上帝福音互恁吼。每日做工传上帝福音是伊的目标，所以恁做干净吼，伊讲伊是无通嫌的吼。再来讲啊，亲像恁知阮是怎样款待恁逐人，亲像老爸款待家己的囡仔，因正做上帝所差派的工人来款待遮个。基督徒亲像上帝咧款待伊共款，老爸咧款待囡仔，迄个意思是安尼吼，是要互恁行代志下伫上帝，过来咧就是要调恁入伊的国甲荣光，所以我也感谢上帝无煞，因为恁对阮承受所听到上帝的道理的时，恁接纳伊无掠做人的道理。恁接纳伊无掠做人的道理，这是足重要。今仔日的安尼讲的 keyword 伫即个所在，就是掠做上帝的道理吼。虽然是保罗因咧传的，互因的，但是因因知这是上帝的道理，是要来带领因入上帝的国家荣光，是要进入上帝的应允。所以咱对上帝领受的是啥物？毋是迄个伟大的人物啦，吼！我拄则讲到现代嘛，有即种的情形。有个人吼，啥物聚会无爱去，但是伊拢无爱去咯。听到某一个足有名的牧师吼，一定去，不讲伊嘛去。即马嘛有即种的人，吼。咱毋是要来追求即个伟人，咱是要来追求即个上帝的应允。应允是啥物人手术的？毋是约书亚，毋是摩西，毋是保罗，吼。信仰的伟人对咱的意义是啥物货？咱讲 All Saints Day 的意思是要创啥？是咱来纪念、来追溯，还是讲伫迄个历史的中间，伫那见证的中间，应该是安尼讲，咱无庆祝10月31的迄种民间的万圣节啦，吼，迄已经是变样啊，吼，已经足商业化。但是这个 All Saints Day 是咧甲咱提醒啥？甲咱提醒，亲像台湾，你若咧讲台湾的宣教历史，你会讲到啥物货？讲到早期马国牧师因所做的，马街牧师所做的。前礼拜David嘛直接咧讲到，马街牧师伊是安怎赶去北部去吼？咱会去思考遮的历史，是要来帮助咱看见。上帝对台湾的恩典，上帝对逐所在基督徒的恩典，咱要纪念这的代志。但是迄个目的是要进入伫咱家己的所领受上帝应允的所在。所以咱毋是要干那纪念人，要透过纪念人来纪念上帝应允的恩典，因为只有上帝当带领咱进入迄个应允之地，咱做来祈祷。现在我天父感谢你的保守，你的疼痛，你的恩典，你互阮伫这个世界上对毋捌你来通得到主你的救恩。透过这侪侪信仰的前辈，你将好的见证来互阮通透过读因的故事来了解。也透过侪侪人的信仰的见证，互阮知影主你是一个恩典满满的上帝。你阁是伫阮
艰苦中间唯一来陪伴阮的上帝。恳求主你继续来带领阮，特别是阮伫2020的时阵，阮是伫人类的旷野的中间，对即个武汉的肺炎也无法度有好的方式来阻挡治疗，也是预防中间。主啊，求主你继续来带领阮，阮真可能伫即个中间，阮来袂失，阮来埋怨，阮来离开。求主你来引带阮，互阮行倒转来对你的脚步，互阮会通进入伫你所应允的所在。感谢你小事过去的信任的前辈，互阮有好的脚趾来学习。求主你来纪念因所做的，也继续将你的恩典头前的路显明伫阮的中间。阮安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感谢伊牧师，咱继续来敬拜，咱来念圣诗478首，478首马路的人，会行倒转478，咱来回应上帝话。对，就来奉献。
因为你杯，阮在阮一生所爱追求，也就是阮会当日日过着上帝所欢喜的生活。根据主帮助阮来以后来学习来反省阮家己的生活，就是阮逐人规律，当渐渐来改变阮一句的歹习惯，然后阮会当活出新的生活方式。主帮助阮日常日日时时刻刻也要来操练阮家己，过有性格、有公义、有和平。但逐日当听读主你的话，愿你所行所做的应当做成准命。感谢主照顾保守阮教兄弟姊妹的家庭，伫过去一礼拜中，无受到这火灾侵害。无拄着恶所当的事，感谢主会看顾保守。特别上帝感谢你，阮遮今仔日伫遮聚会，在敬拜你，互阮一时献上阮淡薄的坚持，来做主的路用，恳求主来感染生活，伊当然是靠主耶稣基督心来求，阿门。咱继续来请李老师来关怀来报告。好，大家平安。哦，天气变寒吼，热天直接叫你冬天，我个人阁是热天哦，无哪样，足自然养生。好，天气转凉啦，我想咱爱换仔早暗爱穿较少咧吼。啊，亲像拄则祈祷中间所讲的，咱知影吼，迄个德国、法国吼，就宣布要封城、封国了吼。迄一暝巴黎吼，规个市街都完全塞车，迄个超市内底抢了吼。因为即摆一封咧，规个月吼，足侪人较紧逃走，去迄庄骹安尼吼。即个咱我若爱继续防疫啦吼，咱来注意咱家己本身吼。咱感谢上帝，过去一礼拜带领啦吼，即个即个 Brush Fire 吼，其实还未完全拍灭吼。像昨早起吼，足重的即个大雾吼，迄闻起来就是足奇怪的味啦，有迄个火烧的味，还有迄个水汽的味，甲做伙安尼。伫阮兜翕片吼，北边是乌色的，南边是安尼，迄个金黄色的安尼吼，因为我日头出来安尼吼。所以咱也为着这个消防员来祈祷啦吼，感谢因的辛苦。好，即个月的寿星12号，我无输牛，毋对哦。OK，颠倒好啊。哦，恁结婚的日子哦，好啦，我哪甲你恭喜。12月11号，我资料遐会改吼。好，18号是迄个会员节吼，25号会员对吼，伊丽节是29号吼。咱来唱，等下啦吼，等下，到落尾的时阵才来唱迄个生日快乐歌啦吼。好，共款咱伫即个有即个实体礼拜吼，甲网络礼拜吼。今仔早起阮提早出来啦吼，因为阮甲阮的选票摕去投，拄经过阮遐社区吼，看路边有人摆遐咧坐，你知影？阮一看外头一看吼，人伊咧外口咧做礼拜。我感觉真感动啦，就是讲，虽然安尼因游园吼，真欢喜去到伫教会实际第一外口停车场遮做礼拜吼。前礼拜牧师离开教会了后，我甲牧师讲，我足想要去迄个即摆
叫做 Christ Cathedral 吼，英国叫水晶教会去看。结果因嘛无伫内底礼拜，因伫个外口订白衣啊搭布被。我就想讲哦，这摩西时代的会务吼，迄个时代的人敬拜上帝嘛是安尼啦吼。所以我真正是真希望讲咱真欢喜，逐个会当get together。即种诶fellowship 甲上帝诶关系，甲人诶关系，这是真正诶敬拜吼。你若准无方便来教会，请你甲方面诶支票来调来教会，来请主会长来处理吼。过来拜五，咱有要搁继续查经伫17章对16节看到尾啊吼，要看保罗第二届宣教腓立比教会以后，要讲到雅典吼，要讲到雅典。这礼拜会出席有22个人吼，有是人客吼。这个查经有14个人，奉献是4065块。特别要提示伫上路尾有一个叫做李西川博士，伊有一个伊家己有一个慈善基金啦吼。伊是这个周牧师的朋友吼，伫台湾的朋友来美国了，有机会相拄吼，伊伫咧分享的中间咧讲着，伊就真感动，为着咱奉献吼毋知影伊是毋是基督徒，听讲伊这是修女啦，吼，maybe 是天主教吼，毋知，但是我伫圣地亚哥捌听过伊的名，但是我不熟。咱感谢上帝吼，有感动人来为着咱来关心吼。下礼拜会讲到资料伫即个所在，服侍遮，遮咱家己来准备。咱做来今仔日个经句，就是诗篇43篇第3节，咱做来头两摆第3节，由你发出你的根甲你的真实，互伊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会幕。一摆，由你发出你的根甲你的真实，互伊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会幕。诗篇43篇第3节，咱做来吟上面的诗583首，然后请李牧师读掉。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上帝来保守咱，伫咱拄着大困难的时阵，伊甲咱三甲行斗阵，也享受伊对天顶的平安，对即条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
好，咱来唱生日快乐歌。规个人站起来。哪有人咧甲小姐问几岁啦？18岁啦 ，Forever 18。